到后年中啊，我也没修，弄那白脚台车也为你瑞虎8 Pro 的上摇版巅峰1.6T 的箱组车嘎。客户的话呢，要北勐海，然后呢，要容不北的视频，更怕你广东青就找没车的。要很的话，我还是非常的感动啊！谢谢别的哥哥的支持。哥哥的话呢，要第一站没车，然后呢，多么头要想到没北的手动挡的瑞虎8，但是到做之后呢，就拿着北的瑞虎8 Pro 单车那个，就喜欢就拿其他的车就拿成刚好没了啊，就是这经没了。到处你的车的其他的牌子全部拿大都拿得着。但是呢，因为你当时到底要想没手动挡，长期呢要自动挡呀，也属于8系列的高配，所以预算超限制。但是呢，因为这里还你客栈就是为了让自己喜欢嘛，就喜欢的东西嘛，嘎，然后就最后还是交了1斤的预算，就提了北的瑞虎8 Pro 了。也很的话，非常的谢谢哥哥呢啊对我的支持。被梦想没成的话，你就要到找我了啊。给的话，到或者担心，我再想办法看你改进，尽量的给你优惠。也很呢，就祝大家工作顺利，家庭幸福。